西九文化區嘅概念設計係由兩個好似毫不相關嘅問題開始。第一，點解我哋對清明上河圖咁着迷呢？第二，點解我哋要西九呢？我哋要西九，唔係因為倫敦同柏林嘅樂團會嚟爭相獻技，唔係因為帝女花可以長期演出，唔係因為阿 Max 嘅藝團可以有機會喺區內駐場，唔係因為雪兒可以喺 M+ 上美術堂，唔係因為婆婆可以行街飲茶，同孫放紙鷂睇夜景，而係因為以上所有都可以喺同一個時空發生，從而凝聚一種能量，帶動我哋嘅文化同城市發展。翻嚟清明上河圖呢個問題，呢幅畫令人印象深刻嘅唔係任何地標，而係各式市民活動所產生嘅能量，充滿生活氣息同埋城市活力。西九設計嘅精髓，正係營造呢一種活力同能量，鼓勵探索，鼓勵創造。因此，我哋嘅規劃唔係一目了然，而係逐層顯露；唔係只有地標，而係有親切嘅街巷、廣場、公園；唔係一個遺世孤島，而係有天橋、電車、地鐵、小輪、單車徑連接全港，更有高鐵、機鐵連接華南及世界。西九嘅規劃有3個層次：一、沿住海邊嘅綠化帶，包括一個起伏有致嘅臨海公園，配置住商店同食肆；二、靠近柯士甸道嘅城市帶，連接社區，讓唔同階層嘅人喺呢度居住、工作、創作同生活；三、夾喺中心嘅文化帶，集中各樣文化設施，連通時藝同演藝，本土與國際，鼓勵市民多方參與。覆蓋住3層組織嘅係一個由舊區延伸嘅街巷網絡，保持住適人嘅尺度，配合季候風嘅方向，並於時軸上引入港島各個地標，與街巷相連嘅係一串立體嘅公共空間。嘅經脈就係暢通嘅經脈。西九內則視藝演藝暢通，文化生活暢通，人流空間暢通，區內區外暢通。外則連同唔同嘅社群，進而連接香港同華南、本土同國際。文化經脈嘅打通，最終為我哋帶嚟唔單止係瞬間嘅燦爛，而係長遠持久嘅活力。